今年疫情甲旧年比较起来严重真济，伫安尼大环境之下，嘛，互真济确诊者因为感染过身。伫咧7月21号市政总质询一开始，林洋义协同市府官员来替往生者默哀。当时，议员嘛针对伫咧疫情这段期间徛伫咧第一线医护人员，佮有所有的市府人员表达感谢，嘛含市长甲所有的市府官员替防疫人员夹赞肯定。另外，议员针对市长答应过要互住伫咧台南的日本人来优先注射疫苗，且一定要记得赶紧安排，并甲有意愿但是还未注射疫苗的日本人赶紧完成注射。完整咱个疫苗，互咱台湾，咱台南接到 AZ 的疫苗了，你有大家日本的华侨、日本后生啊，讲为着要感谢，毋是日本的华侨啦，是台南的日本人啦。都台南尔，你讲要人首先的注疫苗，今仔碰过一报一篇，你人解说一下啦吼。遐个华侨还未做着，因为这是你人承诺的。你市长日侨啦，日侨啦，入侨对，是日本的入侨哦吼，日本的入侨，因为这人还未做着，啊，你有人承诺，讲要人感谢，所以这批人要先来做。就是讲咱开放予日本的住伫台南的日本的人侨民来做，这是咱的好意。但是因伫台南的日本人有700几个，伊表态讲要做的108个，咱应该做76个。啊，即马去投诉的迄个人是本身是台湾人，伊嫁予日本人啊入日本籍，啊然后呢，伊来台湾探亲，来台南探亲，啊伊无台南的居留，无台湾的居留证，伊无台湾的居留证，就是无符合迄个资格，所以伊无做着，咱嘛表示遗憾，但是伊真正无资格。已经做76个啊啦，之前有做啊。76个啊，佫几个还未做？有意愿的108，毋过有的人吼，可能等选择疫苗，伊就比照咱的国人去登记安尼。议员伫质询最后，特别针对伫7月20号查到本国的时阵违法来运送外籍偷渡客，而且因大部分拢是 COVID-19 的确诊者来向市府提醒，并呼吁市长一定要严格来预防相关的问题，避免造成台湾疫情搁一摆的大爆发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